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记得，伊的恩惠到万世代。我要感谢上帝，因为伊已经应我，要诚做拯救我的救援。咱三个做伙来念圣诗第196首，无行歹人道路。来，起立，来念全首。唔通为着你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去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你看空中的飞鸟，因无建造，无修行，嘛无准则，牛者伫身躯。你敢无比伊较贵重？你那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你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要活，明仔载互人劈落劈落。伊
险袂搁甲恁装他。所以你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当咱三甲做个领导。至关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以这圣日，我们即摆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你。敬拜你是一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主宰世界的上帝。你的怜悯透过你独一圣囝耶稣基督的保护，救赎阮，互阮机会成做上帝的囝儿。阮要感谢你。伫阮的人生中，虽然有种种的忧苦、死无甲种种不如意的代志，但是你假是愿怎样算小你的恩典，因为阮相信你的恩典到阮用，阮也要感谢你每时每刻的引带甲带领。那伫即个时阵，阮会拄着武汉肺炎的猖狂的时刻，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身体健康，无发生疫情的代志。也保守，虽然无伫阮中间参加聚会兄弟，无论伊有啥物原因，无法度来到遮，愿主你愿保守因出入平安。圣神保卫师永远甲因伫地。阮做即个上帝的圣殿头前做伙来敬拜主，愿今仔日的敬拜会让正最盼望的者得到你的恩典甲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20章第1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找工入伊的葡萄园。甲做工的人一日约一日1钱文，就找因入伫伊的园。9点的时出去，佮看见有婴灵徛咧家市内就甲伊讲：恁也去葡萄园，我要照公道互恁。因就去。12点到3点的时佮出去，也照安尼。5点的时出去。佮拄着有人徛咧，就甲伊讲：恁啥事同你婴灵伫遮？伊甲伊讲：因为无人请阮。伊甲伊讲：恁也去葡萄园，到即暗，园主甲伊的管家讲，叫做工的互因工钱，对路要来去，到大城来为止。遐个5点所请
请会到大家领一钱文来先请会到，伊领拍算要领较济，毋过伊若大家领一钱文，领了就对家主闹念讲，阮同你拖磨受责，遐个路尾请的工做1点钟久，竟然互因甲阮比。 伊就对因一人对因讲：“朋友啊，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你敢毋是甲我约1钱文吗？你摕做你去，我要互遮个路尾的甲你比，用我的物件我所爱的减袂侪哩，也是因为我做好你目赤嘛，亲像安尼。” 路尾要做大声的咧路尾。以上，下面詹牧师要头发互咱试试是上帝的算法无共。各位兄弟平安。伫非常时期吼，真正爱大家互相代祷，为兄弟健康平安。 我听太平境教会的一个医生长老甲我讲，因周间嘛拢停伊讲为会友有真侪意见，是因为毋知迄个疫情的迄个严重啦。伊讲其实真严重，比咱想的较严重。有时要讲吓惊人的话，实在是大家爱真谨慎啦吼。 所以咱目前遮个时间一寡变动，希望兄弟吼，大家来合作，有缘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非常时期，咱2个月安尼看卖吼，到时疫情有较好势，再搁来调整。 今仔日我的题目是上帝算法无共。进前一摆伫上河团契，我看见金山长老咧处理，伊的几个标题内底，其中一个就是上帝算法无共。甲我要看的迄个题目拢共款吼，感觉真欢喜。咱所敬听甘老师伊过往吼，煞伊伫地面的工，互人真孝良。甘老师进前退休，定定来咱遮聚会吼，我拄着几啊摆，拢会甲我拍招呼啦、讲笑。我感觉伊三道吼，风度翩翩的，真风度，人真谦卑，所以真低调。 我甲牧师娘去甲看，人讲你第2千金真牛，新丰教会长老为主做足侪工吼，真好。伊拢讲中啦。我讲恁的第3千金是上水，伊嘛讲中啦。阮若讲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囝婿拢真有效，伊嘛讲中啦。由伊的算法无共，伊的看法真谦卑。咱今仔日所引用的经节是一个真奇妙的比喻啦吼，非常奇妙的比喻。有一个犹太教的神学家吼，嘛是犹太教的rab比啦，一个老师，伊上爱这个比喻，伊犹太教。 伊相信旧约，无相信耶稣，无相信新约。但是学了这个比喻是足水的比喻。咱的主常常讲比喻，就是要用生活中常常看会到的事，常常看会到的物件，来互门徒会当了解真理。 这个例一个开始，就是讲天国亲像一个头家啦，
透早去请工来伊的葡萄园工作。各位兄弟，一个园主，葡萄园的园主，去街仔路请工吼，这是嘉南地区常常看会到的情景。较早真侪生活艰苦的人，做线工的人，互人做请工的，拢会规定吼去街仔路边徛啦。啊，需要工来就来看来，看爱几个吼，啊，就带去做工。嘉南地区的葡萄是9月收成，9月爱收成，无偌久以后。差不多10月来到，就是嘉南地区的雨季开始落大雨，爱落咧足久，所以葡萄的收成是真重大的代志，伊一年的收入要看一摆，所以骹手爱真紧，爱较紧收拾好势。迄是种足济足快的葡萄园吼，爱足济请工，若无紧收，大雨若来会落去，会烂去，所以需要真济骹手。所以咱耶稣安尼讲吼，迄是足生动、足活的情景啊！迄个头家吼，规工拢出去咧请人诶，愈济骹手愈好。清早就出去，早起时9点嘛去请人，中昼12点嘛去请人，下晡2点搁出去请，下晡3点搁出去请人，甚至到下晡5点也搁出去请人。因爱直直总直直请人，因为需要足济骹手啊，爱较紧收葡萄。犹太人一天的开始。是对下晡6点开始呢，到过顿日的6点，安尼24小时一天。5点来做工的，只有会当做1点钟呢，毋是讲哦，伊会当做到6点外、7点外做到，毋是哦。6点就爱算，迄个6点到吼，一天的结束就爱算工钱。这伫利未记甲申命记有记载呢，因请工。拢是一天的结束的时阵发工钱，安尼后来发工钱的时阵，园主交代，对落尾来吼，来先发发到头早来，5点来得到一个银仔，遐下晡来、顶晡来、透早来，欢喜啊！安尼咱会当领较济，结果。你下晡来、顶晡来、透早来，拢是领一个银仔，因着甲园主抗议，圣经讲拗念，哪会来做1点钟领一个银仔？本来做规工的、做一晡的，嘛是一个银仔。家主来讲，我无亏欠恁的，我甲你约束好好呢。本来一个银仔就是1天的工钱。我拢甲你约一个银仔，我无讲你透早来3个银仔，下晡来2个银仔，我无甲恁讲安尼，我拢甲你约束一个银仔，我无亏欠恁。我的钱，我爱安怎用，敢毋是照我的欢喜？啊，我若做好心，你是咧目空赤着，家主无客气甲伊讲，我无亏欠恁，咱拢约束好啊，一个银仔。各位兄弟，这个譬如内底这个主人吼，就是上帝。上帝算法无共。耶稣的时代是民不聊生的时代啦，好野善差足济，贫富悬殊吼。一般人的生活真歹过啦。遐做线工的、奉请工的，就是上辛苦的。一个经济较好的家庭。连因兜的路福嘛袂去夭着啦，但是遐善乡的、遐做线工的，伊可能有家庭，可能有某有囝，伊可能
透早去行路边徛，就是要看有工作的机会无，有人会当甲我请无。伊迄天若无工作吼，规家拢会枵呢，拢会无通食呢。故事内底讲5点，园主出去看，也有人闲闲伫遐徛。干问讲啊，你哪会晓伫遮咧徛？因为我需要工作啊，因为无人甲我请啊。啊，我硬徛就是做一个工作，1点钟嘛好，我兜就较袂枵着。主人讲较紧来我的园来帮忙。遐个人就是上可怜的人，毋知偌着急的。到尾仔嘛，加早也有人叫我去做1点钟，佫遐好心，共款互我1天的工钱。啊，若无吼，阮兜的人拢会枵死。这个主人就是上帝，伊慈悲慷慨，互每一个人机会，拢一个阮啊。因为上帝算法无共款啊。弟兄姊妹，咱注意听一句话哦，这是神学家写出来注解，足水。原来上帝毋是叫你做偌济，才互你偌济。上帝是叫你需要偌济，就互你偌济，这就是恩典啊！上帝算法甲一般人无共，一般人是叫你做偌济，才互你偌济。上帝知影咱的需要，伊知影你需要偌济，伊就互你偌济。所以，咱毋通甲上帝计较的。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工钱，上帝互咱的是恩典啊，白白的恩典，算袂了的恩典。保罗后来咧讲，无啥物会当计断上帝对咱的疼。你有做也好，无做也好。伊嘛是互你恩典的，你有听伊也好，无听伊也好，伊嘛是互你恩典满满的。还佫有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大神来若是交摸啦，中文讲摸伊啦，来若是交摸，伫遐扫，伫遐看摸，伊无规工可能无留规地干啦。啊，迄5月来吼，伊做3点钟，做1点钟，伊可能拼到规身躯重汗咧。反正伊做较济，主人拢看伫目睭内，上帝拢知，所以这段的马太20章的16节有一个结论安尼讲，所以迄个落尾要做大神，大神的要变做落尾。大神信主的人无一定升入天国呢，因为伊做伤少。落尾信主的人有可能大升入天国，因为伊为主做最多的工。犹太的律法，遐个老师有一句名言呢。讲有个人伫1点钟以内就会当入天国，有个人一世人袂当入去，有个人伫1点钟以内就会当入天国，有个人尽一世人也袂当入去。因为咱做偌济。上帝拢咧看嘛，伊要照你所讲所行的报赏你。英国伟大的神学家巴克莱，伊是我上钦佩的神学家，因为到目前我敢若知影全世界敢若一个英国的巴克莱博士，圣经神学的博士。我目前敢若知影即位，伊甲规本圣经拢翻译啦，拢注解，
通常你若会当甲圣经旧约注解一两本创世纪，还是先知书，还是你读新约的注解马太福音、使徒行传，你一世人注解两三本，就足够安尼。你爱读偌济册，收集偌济资料，用偌济精神时间来编辑。我写足济迄个查经的资料，但是我也毋敢出一本注解呢，因为我读了无够。啊，我过来竟然先甲新约，你是新约的学者，后来搁读旧约。伊竟然甲新约翻译了，搁甲旧约对头到尾搁注解一遍。伊的注解深入浅出，就是迄是研究甲足彻底人啦。所以伊的文章搁足好，伊会当用真浅的字句甲写出来。伊的册会当互新学家看，互新学生看。互牧师看，互长执看，互平信徒看，大家拢读有啦。即种的上宝贵，啊资料佫足丰富。啊，巴克莱的牧师，我感觉是一个真正学者伊咧注解马太咱所读的20章16节，有讲一句话啦。伊讲，咱为主做工要紧的毋是工作的分量，是工作内面的听。咱为主所做的工，毋是讲做偌济拄偌济，毋是安尼，毋是重要，毋是分量，是你咧做工咧事奉的中间，迄个听啦。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用心灵甲诚实服侍上帝。迄内底的基础就是听啦。咱有出伫听为主做工无？咱有出伫听对听人来表明咱听上帝无？白起来讲，这才是上要紧的。使徒保罗本来是犹太教的杰出青年啊，伊就是当时的迄个杰出青年，又受犹太神学教育，嘛有受希腊的哲学教育，伊足把握。咱看伊写的使徒，咱看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伊内底记载，保罗4过去宣教，有当时有必要就带遐讲道1单、2单、3单安尼，上线分道训练，上线甲遐希腊哲学家辩论。上帝重用即种人啦，又把握，上帝佫加添互伊智慧，伊会当甲外邦人，特别遐知识分子辩论啦。伊会当过足好的生活咧，伊是当时杰出的青年，足优秀的知识分子。伊真少年大祭司就信任伊咧，互伊公文4过掠基督徒诶。这少年仔带队摕公文，大祭司赐互伊4过咧掠基督徒。伊未来就是犹太教的领袖咧，迄地位会足悬的、足清的。爱彼啊，哪会为着主过甲遮辛苦，常常拍甲死去活来？因为有一摆去掠人的半路，拄着主耶稣嘛。这咱拢知影故事，伊的思想、伊的人生180度拢改变。伊诚做上热心的基督徒啊，拍死无退，为着真理大拼命。因为我着拄着主啊，伊足明白，呼召我的是真神，人生短短啊，
认真为主做工，报赏真大，是天顶阳光的冕旒，甲永远的活命。所以伫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伊安尼讲：我若无传福音，我就有在下路；我无传，我会死啦。因为这是上帝予我的拣调我，予我的使命啦。我若无去传，我就对不起这个救恩啦。所以我一定爱去拼命。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8节，伊安尼讲：我常常受关押的，常常掠去关，互鞭拍。迄罗马兵丁的迄个批鞭是足严重的，摔落到地，骨质肉离的。啊，我常常互棍仔告，搁互人往石头牵。我坐船3摆拄着船歹去。我常常行足远的路，有时爱撩溪啊，就拄着干涸的危险；半路嘛有强盗的危险，一定嘛捌互查咧抢。犹太同胞要害我，外邦人嘛要害我。上艰苦的是同胞嘛要害我。我伫城里有城里的危险，伫旷野有旷野的危险。参济船嘛跋落海，有落海的危险。遐假兄弟直直要害死我，我常常困苦落落，腰无寒，赤身裸体，喙焦腰无通啉，无通食，甚至无通困，拼命咧走路。除了这个，也搁爱为正教会挂心，这个事。逐天拢缀伫我的心上。为什么保罗遮尔热切为主做工，无传我的死？为什么伊甘愿受遮真济的劳苦？伊是一个领袖的人才呢，会当足好命的人才，安那会为主食遮的苦？啊，甲苦好亲像拢当作甘甜。答案伫哥林多后书4章17节，请咱转去，搁甲这节先开，搁想。保罗伫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安尼讲：我遮的真短暂。真轻的艰苦，是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恩根。伊竟然安尼讲吼，我常常糟蹋到要死啊！伊安尼讲，我遮的真短暂、真轻的艰苦，是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恩根。因为保罗知影上帝算法无共啊，众人看做足麻烦、足艰苦嘞，何物苦安尼？总是伫早之地、现在之地、永远之地，上帝来看，人生是遮尔啊短暂，短短几十年，你坚持到落尾。咱的主安尼讲，坚持到落尾，要得到福气。短短几十年的操练，你若有坚持到落尾，就要成做天国的国民，享受永远的活命。所以保罗安尼甲咱讲，我遮的真短暂，我遮的真轻的艰苦。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恩根。这个使徒竟然会当安尼讲吼，这算法无共的。别人看是，哎哟，保罗啊，你会当享受尊贵的荣耀的生活，啊来，
常常互跑走透艰苦甲，这艰苦咱敢若无穷无尽的，无甲死。我就讲哦，毋是哦，我这会真短暂、真轻的艰苦，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光。所以保罗为真理大拼命，因为伊知为主做工无空空，因为伊知报赏是极大无比，也当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伫你看1000年、10000年，拢敢若一刻久，10000年久。伫你的看法、你的算法，甲世间人无共。你知影阮的需要，阮的欠缺，阮需要偌济，你就互阮偌济。而且，这个恩典是白白要互阮的，是算袂了。愿圣神感动阮，亲像保罗打拼为主做工，较袂大声的变做落尾。阮为主所做的工，是毋是出伫疼？对疼人来表明阮疼天父。阮一世人才会短暂真轻的艰苦，要为阮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光。天父上帝，愿你保守阮的心、阮的骹步，引带阮熬传福音，熬为主做工，对关心身边的人做起，平安造就。中用为互阮的兄弟姊妹，荣光拢归伫至高的天父。愿阮的一生搁较有意义，搁较有价值，就是得到你的造就甲重用。祈祷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上帝话，念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一日念2摆。
真济。下面我来做报告，请咱连开咱的就过第10页，就过第10页。教会消息第1点，咱经社会议法本会第369开始要应应这武汉肺炎的疫情咱暂停周间的聚会，包括各团体甲场地外少的活动到5月31日为止。咱到时再来看疫情的变化，来做调整。第2点，咱3月22日起，咱第9点第1堂的台语礼拜，甲10点45第2堂华语礼拜，咱要合并伫9点做1场的台语礼拜。按定开放，咱大日来后壁1楼的副堂，甲9个大楼2楼的副堂来做迄个同步的即个电视的转播咱今仔日已经有咧做转播因为头前有一只这就是现场的转播所以咱兄弟若总有出任的人无伫咱迄个教会咧做礼拜，咱就会咧拍开咱的手机直接9点时间就当同步来看咱这个礼拜的即个节目这个用这个方式一种就是你手机拍开 YouTube 你拍台南东门大结节纪念教会入去了你看迄个图案，有一个图案是有教会图案的，毋是生活区的图案，教会图案的，你甲拍加入，就会当同步第2个方式就是咱有用迄个 QR code 迄种扫描迄个 QR code 这个 QR code 咱若扫描了，咱直接就当入去到内底，看咱现场会当做同步的系统。这个 QR code 我是希望讲后礼拜咱牵伫咧直播内底，搭咧直播内底。万一若出去的人要用，伊就会当用迄个直播内底迄个 QR code 直接处理就免搁入去 YouTube 去找人讲别叫去人教会，去找迄个内容这是一个补充的报告咱咧坐位置一中咱会当坐较4，坐较4位甚至5位的，咱就尽量坐定计3位就好两边的咱会当坐3个还是较4个，咱就坐2个就好所以中间的这个距离咱尽量会当互伊间隔当然咱来当戴口罩马斯克的咱就尽量甲安的另外就是讲这个副堂的遐坐位置拢共款用这个方式咱以后若是要做礼拜的时阵咱就是除了你准备口罩，需要安尼了，会来量体温会喷酒精洗手，甚至咱有迄个录影的头前录影的动作，意思是讲咱每一个人伫遮来做礼拜咧吹乐时阵咱拢有做存档万一若有状况发生的时阵，拢会知讲迄个分段是对无咱教会内底若有人去染着疫情规间教会又封起来迄种麻烦的代志所以咱来说一下所以这个非常的时间咱大家来配合希望这个疫情会当早日来消除过来咱像这个汽车甲机车即摆都拢爱穿个对面的社区中心即摆咱即个礼拜大部分物件就袂当车袂当出入第4点咱即个期间咱大门是无要开放互会友来自由出入若有代志要请讲的咱逐先敲电话咱教会电话咱知影324466这个甲出联络若需要伊嘛是咱互你入来只是讲尽量就是用电话联络安尼好其他防疫措施的这个内容伫第5点咱家己来规划才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集体交通的部分刚牧师有讲到咱教会唐安明牧师
文字文调吼，迄讲话牧师就是咱张志峰技术张继坚张志峰技术老爸对。咱伫3月2即个拜六吼，下晡点半要伫市殡仪馆的明德厅吼来举行入殓的即个礼拜吼。3点伫咱教会大礼拜堂有一个中会组吼，要请中会议长吴伟烈牧师来做主礼吼，是4点半后要加去到交公务吼，放伫公家的房内底吼，所以重点是3点吼，伫咱教会有一个中会组的礼拜，咱兄弟当来参加。过来迄个酒杯的奉献咱家己来规划吼，金额啦是讲名毋对的吼，请甲干事联络警政吼。伫厨房的中间迄个酒杯内底有牵着吼，咱家己若有摆着厨房的咱家己注意咱家己的厨房即个时间。最后咱来念今仔日即礼拜的经句即礼拜的经句，恁什么人为言挂如？恁什么人为言挂如？互性命较长一节久？马太6章27节咱做伙来念预备来。恁什么人为言挂如？互性命较长一节久？马太6章27节咱搁一摆恁什么人为言挂如？互性命较长一节久？马太6章27节。在有要做介绍。最后咱来唱圣诗第389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唱了，咱请大牧师来接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